大家新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这个单元来关心一个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家下呢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就有宣布的，近比国内总共新增加22对境外驶入来的确诊个案。故中呢，台湾对今年的爆出疫情到今到近比为止，这个累计病例数就正式超过的200例，来到的215例。韩国对近比新增加案例当中，有一个亲戚别，其是一个长5岁的小亚妹的，沿用的差不多的，联络同下指挥中心带来说明。好，然后另外比较特殊的就是有一位是5岁的小女孩，那跟着她的妈妈，还有一个自己要跟妈妈到一个旅行是员工的旅游到土耳其旅游，那也回来以后在机场被确认下来的。这个小朋友他只有发烧了，呈报出来只有发烧。那其他的有27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他曾经有咳嗽、喉咙痛这些症状，但是经过我们跟他检验了之后，他是阴性。那其他的人没有异状。亚呢一个疫情，但上面都大家都同紧张，亚连教育也部分呢没有受到动态影响哦。从一啲屏东县政府不但伫新嘅外时节，我来判一个全中运，亚呢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一个比赛就有可能会来整后嘅。指挥中心就认为讲，一个比赛其实关系到同多学生嘅韩国有运动员呢家条嘅成好资格，故说呢一个比赛系做唔得来起手嘅。不过呢相关呢一个防疫措施，还系外强教育部同亚条屏东县政府来好好来讨论。那我呢就认真讲，就讲台湾接下来呢会发生太规模嘅疫情，故所指挥中心咪认为，亚下呢就列好搞，要先准备好，接下来呢我来做亚条实行较好的相关做法。那我们也认同就是说，如果未来有相关的疫情或全校要来停课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那视讯的教学，还有未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考试，怎么样来做，这些都需要事先来演练的。当然，教育部已经做了一些规划，那有很多的学校也着手做这样的准备。那但是我们认为，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跟演练的必要。那我呢对筹备措施，咪就会对3年23建议措施，政府就已经开放本年来申请一个相关的居家隔离的补偿金额。指挥中心就特别提醒大家的，一下呢有5大类的民众，也要做得来让一个相关的检疫的补偿金。像讲有参加居家隔离，也系居家检疫。那我呢从系接种隔离、接种检疫的民众，就先都做得了。韩国有像假使有民众家条伫居家隔离的时节，无办法自家来处理自家身份，给家条不抗议，未做得来申请。韩国有2日的补偿金，其实没有相关的规定哦。指挥中心就有讲的，就讲假使伫一个检疫期间无违反政府的相关规定，就讲伫亚期间无凊彩乱走出去，将做得了。韩国有伫检疫期间无量公司的业绩，将做得了相关的补偿金。给指挥中心特别呼吁大家讲，一下呢系防疫轻松有时期，像大家呢唔是按条件，伫亚时节去认检验去申请哦。一个申请期限总共有2年，希望大家唔是亚下按条件去申请，丧失增加车费多风险。以上呢就系亚8日客家新新闻嘅有关疫情嘅最新消息，下面继续同来重复。